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台语诗，啊，当然台语诗吼，我嘛有要用到迄个大人囡仔拢有啦。啊，各位吼，咱今仔日时间一点钟尔，所以讲无介济啊。大家有啥物代志，当摕出来讲吼，破中途摕出来讲嘛会使，啊嘛会使讲甲上尾啊，咱最后时间才摕出来讲，安尼嘛会使吼。因为今仔日我要用迄个投影片吼，较方便啦吼，而且即个银幕较大，各位吼嘛较会当看清楚。我今日讲的是台语诗的牵甜咱讲咱一出世，咱着互足济代志牵甜甜条咧，甜半咧。谁怎讲咱会互即个台语诗牵甜？我相信各位在座拢知影，咱拢是讲台语的人嘛吼，所以咱拢足爱台语所以定定都会像我生活中，我感觉我着足爱台语，足爱即个台语诗所以有当啊着写诗啦、念诗啦毋管咱是家己还是别人来讲诗的故事，我嘛足爱听。咱有当感觉讲一首诗吼，敢若讲那足简单的尔，毋过伊诗内底拢有伊的故事大家嘛感觉讲，若了解即个故事，你会愈爱诗诗拢是足水的大家嘛拢足爱啦我小可自我小介，我是嘉义市的迄个退休老师嘛是辅导员退休啦我即摆现在任务就是大部分咧做英语儿童台语文学我是总编辑。我小等来要甲各位老师先说甲各位老师邀稿一下看恁的学生囡仔会当来投稿。我嘛是歌册会母语学会理事，台湾证书甲台湾笔会会员，咱拢知影讲，即拢是台语的啦我有写过即个台语的教材，本土的教材，比如讲闽南语红仔册啦即个绘本的巧心簿啦，逐个做伙咧写东西等等。当然像即个96年咱就足久即摆已经几年100年110年所以讲有迄个闽南语职业的老师而且有教育部的现代诗得第2名，海洋的囡仔诗得第1名要退休迄当得着即个台湾文史教育有关的人员我有写过即个台语诗《上米100》，这是有出版，个即个散文真情久久台语诗的牵甜人讲有人怎个画图，比如讲我嘛是其中的一个啦。毋过画图即个理想拢无啥时间去来实现。有人爱写诗即拢是一种的情感的寄托啦。若看到一个景，生一个情有感而发，嘛真爱特别来写所以讲我咧写诗就是安尼，所以我会较爱写诗那么情，咱的感情咱像即个悬崖顶悬的花嘛即个是一个花苞爱是长开的花蕊人生是花开花谢整个的过程，虽然有真侪困难，有真侪惊险，嘛有真侪无搭话，毋过嘛有真美丽、真灿烂、真芬芳的时阵。所以讲，一分情一个故事不断来牵甜所以咱今仔日就是牵甜互咱的生命一直变化咱的愿望，咱想起啦、孤单啦、流浪啦、爱情、亲情、友情，也是讲咱心胸的灵魂。毋管是现在未来，人拢是有情感的啦，拢需要有一个出口，所以用台语诗来甲写用台语来写诗咱心中的欢喜不足，拢甲写出来安尼咱嘛是找到一个咱的出口咱
咱咧讲现代诗的书写吼，当然陈义诗这现代诗，其实伊是有诶讲咱像诗呐是足歹写、足困难，其实袂。现代诗就咱像，比如讲新诗啦、白话诗啦、自由诗，你足自由诶，所以这拢会当讲现代诗。伊因为自由，所以无受到即个解释甲韵律诶束缚，伊诶意涵嘛真丰富。伊诶意象经营比即个修辞诶运用更较重要啦现代诗诶形式嘛较优美哦。咱台语诗是用台语表现而且每一段字数无一定爱几字，咱毋免讲像古典诗讲咱是要写七字啊一段就七字就来写四段，安尼做一段，咱毋免有即种束缚。所以讲现代诗是较简单的代志大家会当提笔落来写，咱将咱的台语诗的水甲写出来透过形象的思维。用即个意象性，也是音乐性。现代诗出一人有即个音乐性，咱像咧，人讲哪念哪咧唱歌咧，所以讲囡仔的爱就是安尼，咱大人的介意嘛是安尼，哪念哪咧唱歌，嘛有艺术性当然一寡社会的现象啦，现在的生活啦，也是上主要内心的感情。拢该写落来所以咱会当写做啥物诗诗啦，也是讲叙述代志的诗啦，尼抒情抒发咱心中的情绪啦，自由诗，甚至较简单的散文诗，这拢会使做咱着大家着动笔来想看觅，希望讲今仔日上课了。大家会当爱写诗咱写诗的灵感对倒来，有诶讲台语诗要创作是啥物时机？灵感要对倒来当然灵感足济啦灵感要安怎来？咱若灵感来诶时，就爱随摕笔落来写。有当你也感觉讲我即个诗写过。是未写诶时，尤其是未写诶时你有灵感你无甲写落来，你想讲我等一下较用诶，较来写。你灵感走去就写袂遐水，有当会写袂出来。所以讲灵感来诶时，爱甲伊写落来。咱旅游诶景点咱去外口啦。大家拢总爱去外口旅游嘛，去行搭一方面运动，一方面心情真好。咱看人、看花、看风景看一寡草树木，这拢会当写落来也是讲你拄着真感动的故事你人生四周围你亲戚朋友有一寡感动的故事，咱会当甲写落来呢？社会新闻，咱有当有用诶时看一个新闻咧，咱会感觉讲，看新闻那像足浪费时间咧，其实袂我即摆拢爱看，较爱看即个公视台语台啦伊足济伊诶节目拢嘛台语诶，新闻嘛台语看即个台语诶新闻嘛真好咱若新闻有啥物咧？感觉讲你诶心肝像无影叫插着安尼，你就会当甲写落来看电视、看电影其实我是一个做爱看电视、看电影诶人啦有当人拢会感觉讲看电视、看电影，咱像足无采时间咧。毋过咱有当会当将咱诶情绪透放一下，你会感觉讲。束缚做压力诶时，你会感觉心肝头安尼拔拔，无要紧。咱有当看电视、看电影咱诶精神较好安尼心情若好，当然你若
有一寡触动着，你会当来写诗甚至写文章，这拢是真好诶代志啦。落雨暝，哇，雨安尼一直甲咱吵，一直甲咱吵，困袂去要怎？困袂去诶时无要紧，笔体咧就甲写，做梦诶时嘛会使写呢。上好笑就是讲，有当咱若要困啊，雄雄想着一句啥物？即句我足久安尼想无讲要用倒一句上水诶时，要困伫遐安尼看，哪要困哪毋困，迄阵咱若想着讲，咱会当用啥物倒一句来甲写，赶紧诶摕笔摕一个纸。伫门床边，咱就甲伊写落来，安尼嘛是真好。是讲民望诶代志，这敢会无好呢？这嘛是真好哦。民望诶事，民望诶代志，你嘛会当甲伊写落来，这拢是咱创作真好诶时机，大家爱把握。当然，每一个人创作诶时机是无啥共款啦，咱创作时机，咱把握着，咱就会当摕笔甲诗写落来，比如讲，我只有一张相片，咱若出外去，我讲咱看着啥，想着啥，相片翕落来，你若有感觉，转来时，你看相片，回想你当着你看到诶代志。咱就会当甲伊写落来，所以影像诗大概是安尼来。这就是安怎呢？这就是有一摆拄好落雨煞，落雨拄落过，因为阮兜遮离白河介近，我就去走去白河，创啥呢？我就去一方面当然嘛是看莲花、看荷花。这么好诶空气，赶紧去佚佗，去毋免几分钟啦，差十几分钟就到1、20分，就遐真正风景真水，看着，即只白灵狮，当然毋若讲即只，我头拄去诶时，看着人拄落雨过，主持人真正足骨力诶。伊利用落雨过，迄个土较软诶时，伊就赶紧去铲哩去掘铲土。伊掘铲土起来，尾过来佫有啥物呢？佫有迄个铁牛咧犁铲。犁铲诶时边仔还有铁牛犁铲，铁牛犁铲，咱就看到迄白灵狮一只一只拢飞来伫铁牛骹遐，铁牛后壁。伫遐咧创啥？伫遐咧剁糖，咧食青咧食糖。哇！即个景象，我嘛有甲伊翕落来，我讲，这主持人安尼遮骨力，佫连落雨天拄过，就拢出来咧做事，迄阵嘛小可茫茫白灵狮嘛会晓利用机会去看莲花，去看。荷花、莲花，这是莲花。看到白灵狮伫遐，伫遐伊原来是伫水底，当然就是咧创啥，伊嘛是咧想要找即个食诶物件啦，我着甲写一首，去看即个荷花嘛，甲写一首荷花诶诗，雨弄破门。风拍开窗，白泡泡、水澄澄的姑娘搁着小香船，徛伫池仔边，啉着天公小树的高粱酒，面染着红番仔呢，笑甲一直摇尻川花。当然这咱描写是咱所看的景，咱想着就该写落来。这白泡泡。白泡泡水澄澄的姑娘，当然嘛是咧讲荷花。这个风甲雨拢足大的嘛，这个荷花，这水姑娘安怎呢？搁着小香船，徛伫池仔边，
伊诶小芳船，就是伊诶一个叶啊，啊徛伫伫遐边咧创啥？啉着天公赏赐诶高粱酒，伊是这就是天顶落落来诶雨水，伊迄个雨手压着嘛，咱讲伊咧啉天公赏赐诶高粱酒，面你着红红诶面，面咱着讲水姑娘仔嘛，所以咱讲伊安怎面仔红红，笑甲一直摇脚春花，其实风头雨来也是风头，即个花就会安怎，着摇摇摆摆。来唱水姑娘仔咧摇脚春花咧，咱用咱的感觉，咱莫家写死咧，咱着用安尼，足趣味，互人去想，当然大家着感觉讲，即首诗有无共款的意思，像讲，我着看着，佫看着，因为拄无雨伞，看着天顶有星，即阵星落来后，当然。听嘛真水我写到遐，我都无阁写落。我当然诗有甲写完，咱即个经就咱像七仙女咧嘛迄个白灵诗咧，白灵诗我拄好有咧讲，我看着即只看着白灵诗对无？我伫迄首诗内底，我想到迄首诗无甲写完，因为即首诗有。袂使规个拢互大家看着，所以讲我着甲写一段尔，要诶互大家去想。当然即只白灵诗，我阁有翕另外一只白灵诗，伊是一支骹徛咧，伊若像强体公咧钓鱼，丽水三寸，这拢是我诶诗内底写诶。即个七彩诶星，伊若像七仙女徛伫天顶咧看好戏所以讲一首诗会当将咱所看到诶，家写出来互人去想大家就你写出来，大家想会出来若想袂出来，无要紧，咱读一遍、两遍、三遍，你有影像出来，咱就想会出来好，所以讲去看咧，荷花，即嘛是荷花残嘛牵出来无好过牵拢出来好，即嘛是影像诗啦这阮家己去线路，种一摆足水诶，大家拢知影即摆有够水诶，当然啥物树，大家拢知影我一摆去遐，我就甲伊翕相，我家己是伫遐一直翕，都无一个人同我讲，你敢要？你敢若一直翕迄个景，你敢要翕你家己啦？伊足好心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好当然伊就甲我翕一张，我就用一张。即张相片嘛会当讲影像诗，当然咱有迄个影像，咱就会当写字我写讲对风跳舞你看伊这涂骹拢叶对无？当然就是咱像风竹头诶才会有迄个叶嘛毋是讲一定爱风竹头才有叶因为伊诶天气。拄好即个叶咧落诶时，好，我咧讲大风吹，千军万马诶滴残烟，冲滚滚直直飞，飞小汉甲大家，舞步曼妙好姿势，小风吹。姑娘对咧酷酷说，背夹夹，头咧咧，景入迷，心若起。即个风景足水景入迷，心若起，心肝足清诶，咱像溪水安尼足清诶
日占西吼，啊，你若讲咱要押韵，咱就甲读日占西吼。树芳诶，太落诶光暝，甲草心翘起树顶暝，褪落北部换清凉西，下暗上水是伫遮梯。咱拢有一个词讲啥？操心八百，啊，遮我要读八好啊，甲操心啊，这八百我甲即个词分开，操心八百，所以甲操心去树顶咧，啊，操心你去咧，你树顶啊，都袂操心啊嘛吼，啊，即个八百咧。啊，褪落八百换清凉西，所以咱来到遮，你会感觉足清凉诶，心肝足清，足欢喜。啊，因啊上舒适就是伫遮梯，当然遮就是足凉啊，你也要梯，嘛是足好势哦。过来无风过，树叶飘飘对落地，花枝高甜。小对话，是是事实，你小济啥呢？当然就是咧讲这树叶啊，咧小济啥？要做姑娘的黄金鞋因这个树叶啊，无风过啊嘛，啊树叶都落落地啊，啊树叶甲树叶啊，就伫遐咧。互相咧对话，逐个伫遐起楚伫遐一直讲啊，你小姐啊，讲啊，我要做姑娘仔黄金鞋啊，伊也要做，当然咱是从这甲毋是，这树叶毋是人，咱甲伊当做人咧写所以讲用一张相片，会当互咱的即个诗会当写较水。所以讲，这树叶啊，拢要做即个姑娘仔的黄金鞋，这就是讲，甲即个姑娘当做一个安怎卖出价的小姑娘啦要做伊的黄金鞋，伊要出价，所以爱穿一个黄金鞋是对风跳舞是安尼当然你若看到一个景，你会当去甲伊写一个诗写一首诗安尼你会感觉足水好，过来这就是虫，什么的虫咱得先看觅什么的虫有一日我拄好好即个林阳敏老师伊来阮家己就招阮几下个惠树老师个另外一个老师，阮三四下阮着伫家己的时阮伫迄个文化中心杨敏老师有一个发表会，阮着去甲伊参加，了后我着带因去世界室去迄个快意生活村，快意生活村阮着去遐说。拄好行来到一个所在，阮着伫遐咧翕相，因为杨敏老师然后伊去个就是咧推送伊即支雨伞，即支雨伞有写啥物呢？写通欠台湾即首诗，阮拢甲伊逐个嘛，做一人甲买啦，毋通讲阮啊，即人拢甲伊买即首诗即支雨伞盖好，阮伫遐，我着甲逐个着来翕相翕起来，我当然着甲写即首诗趁。日头光，透过玻璃窗，淡薄烧落，木做的茶帮咧叫阮，这着已经咧叫阮，当然着是走转去较早过来。阿嬷伫庙埕的口声对着寒的花咧走，因为阿嬷总会看布袋，总会看歌戏，
歌戏咱拢会知影讲嘛，含梨花，新桥白马，大家拢会晓唱一条嘛，就对着含梨花咧走，阿嬷爱看布袋戏，所以伊拢大家拢看甲目屎流，目屎滴，所以伊口声对着含梨花咧走。阿公伫庙埕诶喊声，是布袋戏阿仔咧搬，阿公足爱看即个布袋戏，所以讲庙埕有当啊演歌戏，有当啊演布袋戏，有当啊拢做伙演，也有布袋戏，也有歌戏，阿公就去看布袋戏，阿嬷就去看歌戏，安尼这布袋戏演林冲夜奔，阿公嘛。奔去过梦埕，爱看歌戏阿嬷，互电视看甲困去我这咧写的就是讲，这个阿公已经往生去啦，伊去过梦埕嘛已经往生去阿嬷呢，即马有电视要看歌戏嘛足简单啦，阿嬷看电视看甲安怎？去电视看去啦，看甲困去咱用即个桶，为即个玻璃桶，玻璃桶即个桶，来写桶为，当然这是景物的桶，毋过桶甲为时间的桶去，所以讲这就是一首桶，对，咱讲要写台语诗，咱爱有相当的素养啦，基本的素养咱台语拢话讲爱会晓听，爱会晓讲，会晓读，会晓写。我咧讲即个听啦，咱耳孔听也无够咱会晓讲，会晓讲，会晓读，会晓写，而且最重要爱会晓写。咱讲即个听啦讲啦，人讲啥？话若像风，话像风，一个风若头一个咧过去毋过你若甲伊头咧，佮伊写落来，尤其咱若是写诗，咱若甲伊写落来，咱即个物件，咱写诶物件着安怎？袂芳见，话是风，语是钟，所以咱爱甲伊写落来，咱诶文字。爱甲伊写落来，再揉落来，大家拢业笔起来写，写咧，后摆咱诶时势就知影讲，原来台语就是安尼，袂互人有诶拢讲，台语都有音无义啦，当然迄是毋对诶啦，咱即摆有读册，尤其咱政府有推设即个台语，大家拢知影，当然也无够咯，爱来写起来。咱毋若爱写咱讲，咱爱亲近长辈，听台语，写正版的台语诗，写正版的，咱有当迄个字用咱像即摆的迄个现在时人讲来伫遐咧熬早啦，食饱未啦，伫遐伊拢用一寡咱像啥物花痴文啦。咱毋好用迄，咱着爱用咱的台语字，正台语字，正版的台语字，咱来甲回。久咱就会晓，咱嘛会知影讲，原来迄个字是毋对的啦，台语爱诚做家己日常的生活用语，咱日常若无用台语来讲话，无做咱的日常用语，安尼是袂通的，囡仔，咱大人爱将台语做日常用语，咱的囡仔咱嘛爱甲伊教互伊会晓讲台语，像迄个我顶日看咱的面册，迄个阿花师伊就是讲伊伫厝诶，伊的囡仔伊拢甲伊教英语，拢含伊讲英语啦，伊的囡仔含伊拢含伊讲英语，囡仔3岁尔呢，囡仔妈妈拢含囡仔讲台语，所以。因兜就是因即个囡仔就是双语的语言，我感觉讲安尼真好，英语当然是世界语言，咱台语咱是台湾人，咱袂使忘本，嘛袂使忘根啦，所以咱
咱囡仔从细汉就互伊讲台语，安尼是足正确，非常好。咱的囡仔后摆就袂讲安尼囡仔连拢袂晓讲台语，啊是讲咱若咧语文竞赛，囡仔拢去讲迄臭奶呆，啊是发音无啥正的台语，安尼都毋对，吼。咱要直接看台语诗、台语文。公视台语台的节目嘛，足好看咧吼，我嘛足爱看吼。逐个节目拢足好看。最近迄个金马奖迄个金钟奖，公视的足侪节目嘛拢入去啊，拢入选咯。咱直接甲伊足恭喜的。比如讲，安珠老师做迄指导老师的画山画水画玲珑。即个彭恰恰伊嘛做迄个最佳的主持人，伊嘛入去啊，足侪节目拢入去啊，咱拢直接恭喜。所以讲，我有台语的杂志，咱嘛爱看咧，比如讲海洋文学啦、台港文学啦、台文战线啦、台文网报啦，啊是讲台文笔会伊有年刊咱拢甲伊当做咱的消遣，安尼来看内底有足侪足好诶诗咱嘛会当学而且呢，咱毋若讲爱用心爱看，咱嘛爱做笔记来记录咱会当写啥？写日记咱拢教囡仔讲爱写日记啦，爱有心得啦，看故事册爱写心得啦，咱干做老师诶人，咱也是讲咱大人，咱嘛是爱安尼来写安尼咱诶台语诶迄个诗啦、作文啦，啊是啥，咱拢会当写较真好逐工写，欢喜也写，有做来写，甲你诶心思、甲你诶心情写落来这拢是真好诶素养啦咱普通时仔就会当来培养咯像讲即首诗敢若安尼尔，足短，毋过伊足感动诶这就是我即摆已经退休，退休有一摆转去学校，一个囡仔一个查囡仔，伊看着我转去，就赶紧走来甲我揽条条，伊目眶红红，我目眶嘛红红，安尼尔，我就甲写一首诗四蕊思念。这个四蕊毋是花，是四蕊的目睭离开2冬外，就是讲我退休2冬外向阳走过来揽条条，四蕊红红对上的思念。这个学生囡仔伊伫学校呢，伊就毋是讲真特别、真特殊的学生，毋过伊即个社团伊参加我的搭水鼓我社团我是开搭水鼓，互人来参加。伊就想讲，伊下课时间捌看着我，即个囡仔迄阵3年的尔，捌看着我，伊就甲我讲老师好，我嘛甲伊讲小朋友，你足乖伊就从个足介意我，就紧诶，社团的时紧选来我遮。伊本来台语话嘛，毋是讲足老，嘛毋是讲讲真好，是会晓讲，小可会晓讲尔。我是讲袂歹伊个上好就是安怎？虽然讲伊小可会晓讲毋过上大优点就是伊和阿嬷住做伙。我练搭水鼓练要来选手的时，我就讲。有兴趣的人举手，这小朋友就紧举手讲：老师，我嘛要去，我嘛要来参加比赛。伊讲我拢毋捌上台参加比赛过，我嘛想要来参加这个搭水鼓的比赛。我一方面就是讲，完成这个囡仔一个梦想伊拢完全毋捌上台过，好。伊所以讲伊毋捌上台过，这点我一直讲这点。咱是毋是会当互伊完成一个梦想？所以我就互伊来参加搭水鼓比赛。过来呢，
我想讲，台语虽然无介好，毋过和阿嬷带做伙，这嘛是一个真好诶机会，我就甲伊叫来参加，伊就拢一直拢参加，嘛拢出去有得奖，就足欢喜足欢喜，当然伊对老师的作家伊老师下课哦，伊毋是我教诶学生，伊教室离阮教室嘛足远，伊拢会走来找我，若较有用咧，迄第二节课是毋时间较长，伊拢会走来找我，当然是一个足感动诶囡仔啦，退休了倒后，伊就安尼甲咱做伙，所以我就随甲写一首诗。若写一首诗，我写2首诗，搁一首，Give me five，虽然讲用英语，毋过呢，我嘛是以台语为主啦，Give me five，我有套牢，必须固执，力气锋利，这个囡仔对我一点都袂青分啊，伊本来是一个较必须较固执的人，毋过呢，因为有迄伊爱老师迄个情，所以伊就安尼互我足感动，所以我就甲写这2首诗，为着伊一个动作，我甲写这2首诗，所以讲这个囡仔是我真乖真好的囡仔，好，再来这首诗，我毋是毋甜你。这嘛是一个故事哦。我讲一首诗拢有一个故事，就是安尼。咱看诗毋是，毋是讲安尼你凊无缘无故无一个底，想要讲的底，安尼就甲写一首诗安尼就是讲当然安尼嘛是会使啦，毋过呢，迄种的诗较袂感动人啦咱若要写诗，有当咱若有一个情，一个景，一个故事，咱会爱听，咱家己嘛会介意咱的诗，咱写了咱嘛会感觉欢喜，就是讲阮退休了阮就一群同学同窗阮就组一个游山玩水，阮组一个团嘛当然咱嘛爱小可运动一下。阮久久来出去一摆外围，阮家去倒呢，去荷兰村，台南迄个荷兰村，荷兰村行，阮就过去到老牛的厝，遮就是老牛的厝，看到牛仔伫遐，我就感觉讲，牛仔实在真好命咧，迄间老牛的厝是政府的，我想讲，牛仔真好命咧！人伊年老时送来遮，有草有水，有遐尔水的环境，这尔好的环境，佫遮水，伫遐互因伫遐食草，伫遐啉水。我讲哇，牛有当想想会比人较好命，毋过因当然做甲真辛苦啦，就是讲因有困难的时，因嘛是做甲真辛苦。咱人呢，我就甲想讲，咱人嘛无一定遮好命呢。咱人你也想看觅人若到老的时安怎？有诶是坐轮椅啦，坐轮椅请外劳来咧杀，有当看到世界拢看规群诶轮椅拢集合做伙诶，哎呀，外劳拢伫遐开讲。遐阿婆啦、阿公啦，拢伫遐呢足孤单家己一个伫轮椅顶实在足无搭话诶人生若到安尼嘛，足辛苦足心酸啦有当会看到讲老人有诶是去啥？去养老院啦，养老院安怎呢？囡仔若有闲时。才会去甲看，有诶呢，嘛无啥去甲看，敢若出力钱啦。甚至有诶有钱诶是甲纳，有诶偌久，有诶是无钱诶，有诶是
无咧啥要义，连钱嘛无去甲揽啦。我讲有人生人安尼实在足可怜诶。我迄工呢，去老牛诶厝转来，有够拄好诶，迄个机会嘛，足难得诶。我迄阵看着老牛，我都有一寡感慨就想讲转来要甲写诗，转来甲足拄好诶。我拄仔咧看新闻时看着啥物款诶新闻，看着讲一只牛一个主人一个做事人，伊饲一只牛饲一只牛，即个做事人年岁济嘛身体歹伊就要甲牛送去老牛诶厝，即只牛就咧哭，因为伊甲牛安尼讲，牛就咧目眶就红，目屎就流落来，主人目屎流落来，两个就伫遐哭当然，我总爱甲伊写一首诗讲你咧流目屎，我诶心咧智慧，天暗暗暗，雷一直弹，着伫黑暗，着伫烟，是咱最后诶一暝。我毋是毋顶你，是已经无气力照顾你，无耽我才要甲你分开。离别了后，只要我还有咧喘气，我会逐工去老牛诶厝看你，请你着保重因诶情形大概嘛是差不多安尼真心酸好，我用即个时间敢要卖，咱逐个知影，曾文溪电台伊有做一个节目即个电台即个台主有我迄阵出酒米一百时，伊有来参加我发表会，伊就做即个酒米一百，伊就讲韩老师，我知影我要来做啥物节目，伊讲。伊诶节目诶名要号做故乡生活台语啦。我讲你用故乡生活台语诗，应该较好名啦，较好听、较好念啦，互咱较会记住。因为伊讲伊内底拢用诗嘛，我着提50几首诗互伊。伊差不多放40几首我诶诗啦，40-50首。嘛有一寡别人诶诗。大家若有闲，会当去看，会当去听。你若去 YouTube 看曾文溪电台，你若拍故乡生活台语诗，就拢出来即首诗当然无时间，所以我就无用先档案互大家看。即个台长伊就用我即首诗去送信请补助当然。足紧就过去，而且佫有得奖咱来看卖即首诗，我是写啥？伊谁会介意我即首诗？我只写春夏秋冬时间，题目叫做时间甘咩咩然后讲溪水慢慢流，水中的可能花看看走，明日思念紫色的花草。南风豆豆吹，定倒的玉兰芳，韵韵飞。爱伊的纯情，为伊痴迷。金风汹汹来扫，山顶的饭叶直直流，袂腐蚀，就互风嗷嗷。冷风阵阵咧透，岭顶的梅花。夜夜吼，风袂着，就互风抬走。天公伯时间敢要卖，听一个爱偌济。当然是咧讲时间过了真紧我这春夏秋冬拢有写出来，比如讲春天有啥物可能花嘛，这热天呢玉兰花寒天呢秋天呢。饭叶寒天的梅花
文内底即个慢慢啊啦、豆豆啊啦、温温啊，拢差不多，差不多共款意思啦，慢慢啊意思啦。因为讲一个文章内底，咱也爱小可甲变一下，无就无水啦安尼吼。咱即个我才有写后暗，未腐朽着好好后后，之后是动词，比如讲咱较早吼，三垃圾妈妈啦，也是阿嬷拢讲我先甲后咧。用杀温水先甲熬咧，吼，一个熬，是熬，就是讲比如讲衫穿足久拢无洗，伊就会安怎熬去，是讲即个果子啦，菜脯啦，咱若放久，伊安怎伊会熬去，这是有一点仔无共，虽然两字共款，毋过有一点仔无共，上尾大。问天公伯啊，就是讲时间敢要卖，咱有当有钱买物，袂当去买时间。咱有钱会当买任何物件，毋过呢，时间都是无法度去买。这首是叫做《时间敢要卖》。好，再来这首拄着你，嘛是出去佚佗的时，转来甲写落来。看白灵溪西山迄时，雄雄撞着你，心皮肤跳袂离，牵动着梦中的情思，毋敢问你的名，脑海中刷刻着你的形影，想你，搁想你，想到毋知几时暗暝。想甲无力喘气，想甲人麻痹，想你，搁想你，敢会使互阮搁一摆拄着你？我讲咱才用一个灯，雄雄撞着你，我的意思是讲，即个撞着你即个灯。第一届啦，若拄呢，就是讲毋是第一届，我是有做即个差别啦，咱台语就是安尼，敢若想你，咱华语就是想你嘛，什么想你？免咧想你，咱台语想你，搁想你，想甲毋知日时暗暝，想甲无力喘气。想甲人麻痹，想你，搁想你，敢会使互阮搁一摆拄着你，表示讲即个足想每日拢咧想啦，这嘛是咱即个台语水的所在，会当做一个展出。这就是中秋节时看着大家拢咧放炮放烟火啦。尤其是放烟火，我总要甲伊写即首诗，虽然简单，毋过咱讲中秋暝有人赏月，有人放烟火，月娘昏甲面变乌，天后风吹，天后雨洗，洗清气一煞消散落目，洗清气伊就安怎消散落目，因为。15过来安怎？月娘斗细，15是月娘上圆的时嘛，所以有过来展出，消散落目，过来展出，是因为放烟火，所以爱风吹，爱雨洗。毋过呢，其实呢，15过伊就安怎？月娘斗无圆啦，消散落目，这平常时，咱会当套掉，一个红蛋，一个红卵，套掉咧唱我的诗有当会当套掉。阮有老师比如讲迄阵我即个9V100我有做发表会即个孟璇老师甲慧琪老师，因讲老师，我来甲你唱诗，我讲真好，慧琪老师伊就甲我唱即个。
变相思。啊，你啊，当有用，你用一个红蛋，吼，去甲唱，台语讲位唱一个红蛋，你爱唱，唱起来真正，咱拢像即个画山画水画玲珑。哎呦，歹势歹势，哦，我手机爱甲关起来。哦，就画山画水画玲珑呢，即个碰恰恰，伊就是拢讲，恁掠迄个人唱的歌吼，导音的歌啦吼。讲啥物？啥物叫做导音？比如讲唱起来和咱台语念的无相，无共款，迄意思拢走去啊，拢走精去啊。迄个导音。你来唱看觅，咱这是用即条歌去来唱，完全无导音，所以真好唱。讲一杯小小的咖啡，等无你来选冷去，加较济糖嘛无味，啉落忧愁变秋味。为你才学啉咖啡，落后苦涩上自欺。加激笑容加欢喜，啉久无啉变相思。心心相活啉咖啡。掺着甜言甲蜜语，唱出迷人的香味，袂啉人就已经醉。迄个木贤老师有唱迄个游东花啦，我遮可能无看到因为唱得足好听，而且会穿迄白色的衫，唱白色游东花，唱得足好听嘛是真感谢再阁有一首乡心的情，敢爱拼。我就是讲，即摆少年人啊，男女朋友见面拢安尼伫遐飞手机所以我就写即首诗。伊会当特调18公分一溜，毋是特望春风才对，你会当去遐特望春风，流水流过柳树影，拍破水面镜，对无？望春风，水中游鱼走去觅，毋敢向前行。海风吹沙飞影影，海鸟无看影。岸边有人驶孤篷，互人心头惊。见面甲搭买手机，拢无抬头看。伫遮讲着咱未来，你敢有咧听？往事一幕一幕一直换。只有你对阮会听，如今一声一声一直问，听袂着你的应声。双冷风走过门埕，晓心的情敢爱变。大家去甲唱看觅。咱即摆少年人就是拢用手机啊，连食饭连创啥，讲要去做伙食饭，其实拢咧看手机尔啦。当然感情的道道一直报去。离婚的愈来愈济，所以我就写一首，好，我来讲即个，因为儿童台语文学，我希望各位老师也是家长，咱若做老师的人，也是做爸爸妈妈的人咱会当叫咱的囝儿时势，叫咱学生来投稿，阮即个英语儿童台语文学，伊每半冬。出刊一届，每半冬，比如讲，咱即摆当时要结果呢，10月31日要结果，12月底就要出刊啦，所以10月31要结果咱全校全国的国中、国小的学生拢会当投稿，有台语诗、台语散文，阮即个就是爱用爱用 Word， 用电脑拍字啦，来投稿。投稿的网址伫遮我用足大字，投稿的网址伫遮各位诗一首100，一个人上介济会当投4首啦若是选的作品就一首100，若即个散文呢1字5格，这拢是一定爱看。你若有即个
阮即个幼儿儿童台语文学，你会当看内底。啊，内面你若讲要投稿，若毋知影，你嘛会当读面册看，啊是讲你会当迄个家己文摘店，你会当去遐甲伊买吼，家己文摘店。啊，家己文摘店的电话吼，我甲恁讲，恁拍电话去1本100尔吼，05-276-6028，05-276-6028，吼，你会当打电话去吼，啊，甲伊买1本，啊，你内底当参考，啊，看详细落去看吼，啊，再来我除了儿童台语文学，我伫遐做总编辑，啊，我嘛佫有做即个火金菇儿童台语文学工课，啊，即摆要来的是第4期啊，吼，第4届，啊，每当出刊一届，啊，阮拢刊伫即个，阮即摆吼，拢刊伫幼儿的双期刊，比如讲幼儿佫来双期刊嘛，即摆已经出到第5集啊，吼。即摆已经出到第5集，啊，咱若搁来呢，搁来咱就是第6集，第6集就是双期的嘛吼。即个火金菇会刊，你若有入选作品嘛是刊伫幼儿的双期刊，所以幼儿内底嘛会看到火金菇的作品啦。啊，即个火金菇伊就是台语诗、散文甲故事，啊，到月底一个，啊，伊爱用纸稿3分。先那3分，因为3位评审老师，啊，行嘉义市民生南路576号，576巷89号，寄来互我收，安尼就会使。吼，嘉义市民生南路576巷89号，寄互我收。吼，啊，我的电话伫遮0928838812。啊，你若入选就奖金啊！啊，这是初赛，初赛你是寄过来，啊，咱更有复赛哦。复赛是安怎呢？咱若入选的人，入选的人拢会当来参加。咱讲初赛9月底一个嘛，啊，复赛10月底咱就会复赛，啊，复赛呢，咱若远路的交通费。啊，前3名的呢，咱的礼物搁较，咱的奖金搁较济哦，吼。咱若入选有奖金对无？啊，咱若搁前3名，咱的奖金较济，搁较济，吼。啊，指导老师甲学生拢会当有一本幼儿儿童台语文学，含即个幼儿共款。所以各位老师，请恁甲阮用互互咱的囡仔开始来学写咱的台语文，学写台语文，咱上好就是讲，咱已经开学啊嘛，赶紧来甲囡仔指导，比如讲即摆疫情啦吼，也是足侪代志，也是因伫厝的自修，足侪代志拢会使写。阮的主题拢无限定，随在你写拢会使，所以讲希望各位老师会当来甲阮。投稿用这个幼儿儿童台语文学来甲阮投稿安尼各位毋知有啥物无清楚要伫咱遮提出无？各位老师，安尼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无？有要问无？这个跟老师请讲。老师，你听下，有听下？有红黄啊米吼，我讲阮内有是讲红黄啊米，到底是红黄啊米啊红黄啊米？拢会使，红黄啊米就是因为伊是米做的嘛，讲红黄啊米，或是讲因仔像迄个色料会当染色，所以就讲。所以两个拢变成分啦吼。我差迄个做台语无人写出来。安尼吼，无因无写，未写够啦，无写较济啦，嘿。我你真够会使真够把迄个思维甲转换，如果你讲互风开去，足水。这袂歹哦。
啊，多谢你，多谢你。咱讲你后，哈你讲你后，爱讲你后去，敢毋是？嘿，对对。后去啦，后，我是要后阮，所以我就无去。嘿，后，嘿，后甲后去啊。我知啦，我知说，安尼咱后，安尼咱会使用安尼，可能市民会使啦，比如讲咱可能会使。嘿，咱若是，佮你一个酸冷风吼，我讲一个酸风，这到底是酸，我毋是讲啥对毋对啦吼，一个酸还是酸？哦，这个酸吼，咱台语的酸，咱毋是用酸。嘿，吼，我看你会把那个语词活用，之前咱的教典内底真欠缺。拢甲读死死字啊，袂使。我讲安尼就安尼，啊无靠视频甲即个台语搁较活跳。有啦有啦，真好真好。感谢。嘿嘿。啊，佮有啥物老师要来咱来探讨啥物问题？嘿，台语诗吼，嘛是爱靠大家来写。27/602，拄啊有一位老师吼，咱迄个英语的册吼，伊有写一个题目出来，276，02766028，嘿，对，这就是问在电的电话，啊，就是阮英语儿童台语文化。你若敲电话去遐，你甲伊讲你要买，1本100尔，足俗的，啊，伊就会甲你寄，佮毋免现金，吼，这做功德的，啊，阮伫遐做英语嘛，吼。咱文家己文在店拢咧做公益，伊拢互咱足侪关系，无饭通食的囡仔吼，伊拢会互伊申请营养午餐，嘿，真好，嘿。所以讲咱若有要投稿的老师吼，咱足欢迎的，互囡仔会当来投英语啦，投火金菇啦，拢真好，嘿。有啥物要探讨无？嘿，跟老师嘿。无啦，要不然我要照顾管一下这东西。我来把迄个灯甲堵吼，这两个赞助。对。更加交创意。嘿，你个根据啥物啊？啊？你个根据啥嘛？我的根据哦。灯甲堵吼。咱明田老师，咱敢捌听过？敢老师？伊学我也真好啦。我迄阵拄仔要出册的时候，伊甲我讲咱来去倒位要，伊甲我讲咱来去这个出版社吼，这间前卫啦，伊甲我讲咱来去前卫出版，嘿，我有咧。甲伊请教讲，即个肠仔肚我想要安怎用？讲这真好。伊甲我讲，嘿，对，肠吼，就是第一届啦，肚就是较后尾。所以讲，我有诶，嘿，像这我有甲伊请教。有请教，我甲你讲，你有原因啦。讲肠就无意中，第一届无意中，嘿，肚就是咱是较有目的诶，佮拄着，也是讲即个人，咱都已经真熟啊。咱都拄着，咱讲比如讲，咱去倒位佚佚啊，拄着咱的好朋友，系用拄，有啊，你的第一本是100迄个，什么100个吼？我有啊，你即摆你讲的敢有旧的，拢新的。有旧的有新的，有旧语100个，有新的，佫有另外更新的落去。我还出啦我未出。我出来我你个。这100嘛无啊啦，我新的还未出。当然，拄仔迄内底，比如讲芳啦，还是讲迄个即个啥物千军万马迄个啦，我著首歌拢是新的诗啦，新的诗，我感觉有旧有新，安尼较袂讲。咱有诶有买册，咱佫听你讲，迄内底有诶就是旧诶，所以我就是拍足侪新诶落去安尼。免客气，桂英老师，免客气。当你老师伊语感非常好哦。伊讲，我拄好伊也得到真侪诶宣传头。
我感觉伊这个灯吼，灯是迄个主音嘛，灯是母音嘛，所以母音较大过主音，所以伊用个删除的分哦，会真赞。对。我有想过这问题啦，我有想过，有时候我等咧收集一寡语料吼，啊，这个音分析出来，我们啥会晓分，会当台语人咱会晓分安尼，啊，这真侪拢毋捌字的人，都在分，会晓分的人，但都捌字的人都袂晓分的，袂晓分字的哈。这就是较古早人较有咧讲，分足清楚，即摆的人是拢较含糊啦。我是讲咱是学来的，字典学来的安尼。对。这个字典速读的，我觉得真好啦。我这个你打开这个想象哦，连对咱台湾这个读过书最多的人，做有迄个刺激的想象力，我定咧讲这个，多谢你。还迄个陈炳峰老师有举手哦。邓老师。头个有看到伊举手。邓老师有咧讲话无？无好，无好袂要紧。好。还有人举手无？无，我想袂要紧。电话搁讲一摆无？052760后壁无写着。无写着吼，来，迄个英语字读台语文学，052766028。6028，多谢6028。对，我金哥嘛，爱甲阮斗支持哦。咱互囡仔吼，互囡仔安尼，你着有诶来斗火金哥，有诶来斗英语。即有老师讲，这两周日一班那顶吼，周日一班我已经无册啦吼，足歹势，嘛袂要搁出版吼，我若后摆若有出版，我会公布吼。即摆已经册卖完，我订1000本卖完，我想讲，若搁来搁订1000本吼，会足好卖啦。所以后摆才拍算安尼，后摆着爱新的诗新的诗才来出。咱莫用旧的，周日一班呢。大家若对台语诗有兴趣其实台语诗足水，台语诗足水。而且咱拄仔拢会看到讲。咱文内底安尼几字名，就会当赵老师后摆出合集，好，感谢。咱讲一个诗一个故事，一丝仔字尔，毋过后壁拢有真深的意思，嘛有真侪故事，好，安尼好，真多谢。咱韩文老师甲大家带一点钟，大家经过一个足好的一个体验。咱感觉韩老师伊足有看到什么款的情景，看到什么款的气氛，就有什么款的感触，就会当将即个感情来甲表现出来。而且咱看到头摆咱的简老师有咧提起讲，共款一个字，共款一个长甲短，我想其他的语言是无即款遮尔幼稚的即个分别，有遮尔济即个，所以讲台语台文特别水，嘛是咱真大的即个福气吼。所以今仔日韩老师有带大家经过安尼的讲解，会当感觉讲其实若真虽有你的感想，可能伊头摆有提一直鼓励讲，大家会记得赶紧就有即个灵感，赶紧写出来。赶紧写出来，其实先毋免烦恼讲写好写歹，就是先甲写起来吼。咱就有开始渐渐累积落来，我想一定是会有真好的即个境界较对吼。是毋是？今仔日逐个就感觉着韩老师遐就有，敢若伊一个人，毋管是看到啥物景色，看到啥物花，看到落雨，还是甚至半暝做眠梦吼，起来赶紧就写吼。我想这是互咱一个足好的提醒而且咱真多谢其他的老师的分享，咱嘛真鼓励大家会当通共款安尼真正着去做，各位大家拢是推动本土语言文化会足要紧的每一个人，咱着爱毋是靠倒一个敢若韩老师一个人有才调推动所有的工作，是爱靠在场的每一个人，佮去触动更较侪大家有即个知觉，然后做伙来做，
咱的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去活起来，真正去发展起来。我想这就是咱大家共同的责任，对啊毋对？嘿，是啊，对啊毋对？责任哦，就是迄责任哦。我政府就是甲大家提醒，拜托遮已经做甲足好诶，遮来甲咱搁提醒一下，已经好诶功夫袂使全暗度唱掉咧吼，大家人拢影响起来吼。另外咱头过有讲过，敢若7、8月就有12000几个人伫咱诶线顶做伙来进行安尼诶推动，所以即马9月开学以后，咱就是对拜六开始，但是今仔日抑阁足侪人因为去参加比赛吼，有开学诶即个工课，所以今仔日较无甲遐尔侪人。但是我想讲吼，咱逐个会记定通暗度，就安尼感觉遮有学习足好。但是你若共唱咧，敢若你知，我想咱有会出去。所以逐个都爱答应我，每一个人拢爱搁去招一个人，好毋好？好。好毋好？好。安尼，我是讲这是有使命的哦吼。咱无甲大家收钱，但是有责任要交互你。就是爱大家做伙去推动，你爱写，你爱讲，你爱发挥，你爱去推动，这就是你的责任哦。无吼，老伙仔嘛要来佚佗啊，我无爱办啊，安尼敢好？好。我说吼，你今日我讲，你着咧录迄个咱的数字吼，就是着有增加。安尼老伙仔才会欢喜吼，无我嘛，我一日着爱，阮的所有办公室的工作同仁，即少年朋友，逐个拢爱对我安尼直直做吼。所以咱直接甲老师拍一个拍啊，甲咱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多谢馆长。多谢，谢谢。咱逐个有感想上好是赶紧开始去写诗啊啦吼，开始逐个有作品寄来，阮 QQ 咧，咱是毋是原来来甲出版，安尼咁好？好，安尼好，安尼咱今仔日就到遮做一个阶段，咱下礼拜再再会，好无？好，再会，大家，下礼拜无课哦，下礼拜要上课呢。下礼拜无课哦，下礼拜无课。哎呦，下礼拜。